今日想分享下 DCEC 1911-2023呢單判決書嘅。呢單判決書入面，佢嘅案主就並認為佢嘅工傷咧係一個懷疑個案，而導致佢嘅拖延賠償同埋案件咧無限咁樣延遲咗。事緣呢個案主喺廚房蒸飯工作嘅時候，佢唔小心失咗平衡而跌倒，令到佢嘅肩膊同埋頭咧感到痛楚，甚至係不省人事嘅。佢嘅僱主咧承認咧案主當日咧的確係有返工嘅，但係咧就唔承認咧佢喺當日返工期間咧因為意外而導致身體受傷。佢哋認為佢極有可能係因為自身嘅病患咧而跌倒而受傷，所以佢哋就唔會承認呢單工傷意外啦。喺受僱工作期間因為工作意外而身體受傷嘅法律原則底下咧，無論受僱於任何工作嘅僱員，如果佢喺受僱期間因為工作而導致意外引致身體受傷，佢嘅僱主咧係應該按照條例咧支付翻補償嘅法律責任俾佢哋嘅。而條例入面所指因為意外而身體受傷嘅規定咧，原來咧係必須存在因果關係嘅。換言之，意外至少係促成受傷嘅原因之一。其中一個案例講到，一位工友聲稱喺佢工作期間唔小心踩到地下一條隧喉，導致佢失去咗平衡，冚親個頭，最終咧引發咗一個缺血性嘅中風。而呢個工友本身咧有一個高血壓同高血脂嘅症狀啦，令佢咧有中風嘅傾向㗎啦。而喺檢查之後，佢腦入面咧係冇一個出血嘅症狀，因此就算佢真係跌倒冚親個頭，亦唔可能咧引發缺血性嘅中風。最終法庭裁定呢個工友咧係唔能夠證明佢嘅中風係由意外引起嘅，故此咧撤銷咗佢補償嘅申請啦。翻去呢個個案入面啦，呢位案主經過檢查之後，發現佢嘅血壓、脈搏同埋血氧嘅飽和程度咧都係穩定，亦都冇發燒，而腦內亦都冇出血嘅問題。胸腔嘅 X 光顯示佢肺部係十分清晰，而尿毒素嘅檢查結果亦都係陰性。縱觀以上嘅證據，法庭認為呢件事相當有可能係個案本身嘅病患引致，而現階段未能夠證明佢因為喺工作嘅意外而導致佢嘅身體受傷啦。資訊僅供參考，具體法律意見請向勞工處或者專業法律顧問諮詢。